迄人是意义甲美的使者，伊嘛是解救语言的人。诗可以描写生活，但诗不呈现纯粹的现实生活表象。文字在如潮的日子间隙被一一注记，完成、下沉、静至海床。诗的本身并与生命原初经验相互勾结。诗是透气，诗是光亮，诗歌是人类共同的模拟。诗是咪可以是一束一束的歌话呢？含笑花雨，含笑花寒，你来过我的房间咯，沿道乡下13座，乡下23铺，上上街伊含笑花。含笑花雨，含笑花寒，你来过我的房间咯，沿道乡下13座，乡下23铺，上上街伊含笑花。甜甜南爱哟，你甜甜南爱哟，我木卡唔识探花香，我木卡唔识探高爱人。含笑花哦，含笑花。来过我的间房，我能乡下13寸，乡下23铺，上上街含笑花，上上街含笑花。含笑花寒，含笑花雨。用诗来做歌诶，我想也是我嘅音乐创作嘅一种特色。对诗人来讲，佢写作、诗作，甚至呢就像阿美公子一样诶，庆祝也就系要有一个自强。对我来讲，样板去老诗人嘅诗作，透过音乐、透过唱歌嘅方式，
去呈现出来，一种诶係非常抽象嘅一種嘅歌唱，將我自家老一種歌唱按到高溫自強。除了喊笑話以外呢，我也唱青島客家詩人嘅詩作，就像方詞嘅熱法。熱法也就是係富人家兔子行出傳統嘅家園，佢同伊講下。面對自家，聽自家心肝都會想，尋到自家靈魂。一首熱法呢，方詞佢用熱講爸爸一首童謠來開頭。我想假使按嚟講，熱講係人類共同嘅阿妹，也熱講就走定田園大地，熱講也走定阿妹嘅溫柔。也走定什麼人內心都輕薄、輕難的一種情慾，我非常喜歡耶穌詩。夜光娃娃，走在彎來彎去嘅天空。夜光娃娃，老細年嚟嘅夢主念都緊緊夢。夜光娃娃，唱出兔子歌聲嘅溫柔。夜光娃娃，看見也發開嘅心，夜光娃娃。在阿妹嘅胸脯面打。用嘅熱法，拋心共嘅也，走開腳嘅西來人，留下玫瑰也採一江渡航。話玫瑰也採一江渡航。
从民歌开始就有歌手把现代诗谱成路歌，像杨贤早期将余光中的诗作《乡愁诗韵》唱成一首美丽的民歌。那后来罗斯隆以一种尤其像是女性创作者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出他所喜爱的歌曲，所以他特别喜欢用一些慢板的方式去将这些现代诗作唱成他非常喜爱的风格。那像小岛这首曲，发思古幽情的情调去让整个诗的余韵发挥出来。一句话说，我的属于我的季节就要来临，在那明媚潮湿的5月，在南方那日光小岛，没有废墟义乌繁华，义乌是神喧哗，而动物们都不爱说话。褐色毛皮衫织布光泽，温热的血流动雨下，动物们不爱说话，因为静止感觉就足够。是降临的夏天，发酵。阳光靠下，汉骨靠大面包，而风似海上来，带来雨的鳞片红羽毛。浪潮，呜呼！也许话说这是属于我的小岛。也许话说这是属于我
里，我的小岛，我的小岛。家下澎湖的诗人蔡婉璇佢所写嘅小岛也就是因为呢澎湖5年的澎湖的嗰種海非常的平靜，非常的非常的慢哈，故所呢頭前呢我就用一種較慢的一種節奏，甚至較清醒的一種感情來表達。我想現代詩其實老傳統的詩的嗰種格律打破程度。我講現代詩就像孫悟空的72變啦哈，咁故所也幫我聽到的一種靈感。其實以絲路歌這件事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詩龍他其實做得非常的好，那尤其是現在是他本身有一些自己的節奏。那歌本身也有它自己的調性，所以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這首歌裡面呢，那詩龍他以民謠吉他的方式，襯以大提琴的一些底子，讓這首歌曲的聲音非常的獨特。那其實我非常喜歡這首歌曲，是在於說它對故鄉的一些細膩的描述呢，那其實是提醒世人說。這個世間是不應該這麼的勢利，那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歌曲。要翻過幾個山頭，才能經過那一個土地祠。要經過幾個土地祠，才能出現那一條小溪路。要種幾棵松樹、柏樹，才能到達那一片密林子。要生出幾個黃板牙的村人，才能看到那一個村落。要拿幾塊西邊的石頭嘞，粘上土腳，才能變成房子咯。是誰長大之後就是那個祖父？幾條狗能出去打獵，幾隻獸從深夜的山中扛飛來。幾隻雞構成一個小有規模兒的黎明，幾隻鴨跟着竹籃子去玩意。是誰在中橋三下時成為女人，進豆子，做豆腐，洗蒸籠，做那個年
上的百合花迎进屋来，到底有几枝？翻过几个山头来，追到风，追到秋天的柚子，冬天的橘子，追到那个精算师，问他到底怎样才算是故乡？到底要怎样？算是故乡路。到底要怎样才算是故乡？被时代窒息的名字，悼念罗浪。你是被时代窒息的名字，一位在流淌之水垂钓的无语者。摇晃在山城吊桥的咳嗽声，敲打你寂寞的心。你也曾想过像云一样流浪在青空，听牧童的歌唱。夜晚看见星星，却独自一人烟去。如今躺在梦的巢里睡了。在山脉的彼方，是谁在吹口哨？那是谁的呼唤？只看见苏铁伸出手背，伸向天空，无言地呐喊着。记忆之海激荡着浪花，是你没有始灭的诗句，回应在苍穹，呼喊着人间。这是罗浪逝世后我写的一首悼念他的诗。这首诗里面把罗浪的诗歌里面的一些意象，跟我对罗浪的了解描述在这里。我觉得他的人生，特别是作为诗人的人生，是被我们时代窒息的。他让我想到另一位客家的女诗人杜潘黄格。杜潘黄格是不断的思考主角的生命，思考的死亡，思考的破灭。可是罗浪是把他的心情寄托在自然，寄托在天空，寄托在水里。这两位时代窒息的客家的诗人，都有某种台湾的诗人的典型性，值得我们怀念。在我把嘅所有嘅诗作度方呢，拍完之歌，我非常非常嘅感动。其实耶稣诗呢，佢係從80強譜嘅幾隻年代所寫嘅，加半個世紀以後呢，佢將整理出來。佢希望大家就像雲一樣嘅，去看顧自家嘅家園嘅天地萬物，甚至呢家園度方成長嘅生命呢。我想耶穌詩可以講做得代表我爸對台灣虔誠、永遠的愛祝福。
站，强强的，强强的，飞过天涯，飞过湖泊，飞过青色的山岗，飞过声音的状态的故乡。飘泊的云啊，像你老爱讲，看到马嘅，看到马嘅，迄暝看到一群后生儿，彩灯后。城市的云啊，像你老爱讲，糖豆麻嘅，糖豆麻嘅，迄暝糖豆一群后生人，才彼此有歌唱。城市的云啊，像你老爱讲，糖豆麻嘅，糖豆麻嘅，迄暝糖豆一群后生儿，才彼此有歌唱。
诗人是用言语发声嘛，所以他有共性，也有他的个性。那我觉得，楼浪在他们那个世代，他有他的一个特殊的、内向化的、寄托在自然的那种诗的思维。受到我爸的影响，我想我从小呢也阅读很多的文学诗歌的作品。对我来讲，2002年开始从我爸的诗，这样诗就开始侵转自家的母语啊，就开始写很多的母语的诗歌。这样每年也数呢，也是这样是相对一种问题，是讲我生命的寄存呢。这对我来讲，当然客家、五线，甚至呢也乡土，也非常多的一种养分。对我来讲，就是我写作的一种来源。这样是我还记得我唱耶稣诗家哈，有很多的版本，你按样版来呈现耶稣诗哈。旁边呢，张想到讲就是老山歌，因为山歌呢，它就会用一种生发代替的一种感情，自然的一种流露。故说，老耶稣诗用老山歌的那个曲韵去唱出的时间呢，哇！我的目子就引流，我想对呀，也就对嘞。也就是我的根，也就是我生命很真、很丰富的一种来源。样板戏，我的身体深度。世界的出口，我彷徨，总感觉深度侧高。马嘅世界，也係馬嘅世界，也係馬嘅世界，也係馬嘅世界。我嘅每夜香香甜甜嘅沉睡，才發現點情嘅世界係安怎樣？無順嘅咁嘅法。甜蜜嘅香味喲，我嘅心間突然間起了變化。在每日的这首歌里面，同样。在前半段，它是融合了传统客家老山歌的方式，在里面。那这让我想到早期杨贤在《每日绕睡》这首歌里面，也同样是以清唱的方式，那搭配简单的乐器拨弹，让歌曲本身的情感是非常真诚而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想诗歌就是从生活里面，个人的感情或思考，自然的一种流露。就像我们客家山歌，我们从这一山喊到那一山去。那我觉得好像原住民的古调里面，也是很多都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生活里面去提炼出来、去唱咏出来的内容。对对，排湾族也是一样的，不管在工作啊，或者是在任何的场景，也都是伴有歌谣。对，那就像我们排湾族从出生到就是离世，连聊天的时候也是都要用唱的啊！哇，太过瘾了。所以你看，就可以光聊天就可以唱3天3夜这样就唱。哇，那下一次我一定要到你们部落去听3天3夜。像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原住民的一些古谣、古调。那我觉得虽然我听不懂那个里面的歌词，可是就很可以从那个歌声里面去感受到那个歌里面的那种情感，或者说某一种仪式性的仪式性的那种庄严。是，就像我们的勇士之歌。对，在部落在排湾族里面，其实这首歌也都是因为是男孩子在唱，在丰年节或者是在有人结婚的时候，会唱这首歌。那全村的人就会到就是广场里面，用这首歌来就是分享，就是来炫耀自己的英勇，这样就是说比较的打猎的谁多谁少这样。对，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来听这首歌？是，好，勇士之歌。这首歌我们好像唱起来比较像那个遥远的召唤。其实我觉得那个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共生共处的一个国家，那我就特别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大家多元族群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多元的文化的那种丰富的感受，像那个大陆观。大陆观是有排湾、有鲁凯、平埔、福佬、客家，哇，非常丰富，都对。我想这首曲子应该如果说加上排湾族的一些音乐的元素，比如说鼻笛啦，或者是口簧琴，可能会更加丰富，让这首歌可能会更为就听起来有种和谐。对，多元的和谐。
中头啊。达鲁湾，达鲁湾呐，达鲁湾，新草见凉，出现泪退呐。 烟走了，先明开开，万佛之天，傲江xuất世啊，人民好路。 相互相邻哦，达拉哟，达拉哟，乌拉海。 山风炮发度，爱了海，水打中头哦。 含笑花湖，含笑花你来过我嘅房间咯，沿道乡下13座，乡下23铺，上上街伊含笑花。 含笑花湖，含笑。